总统赖清德就近满2冬针对两岸各方要件甲产业发表谈话。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话破局，员工对明仔载开始大罢工18天。女双子台湾万娱乐夺下国际部剧奖台湾文学史上第1人。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总统赖清德就近满2冬，针对两岸各方要件甲产业发表谈话。总统赖清德表示，咱台湾的前途是由2300万的人民来决定，会当甲中国来交流，毋过就爱平等。维持和平就爱靠实力，会追加预算生产无人机，推动各方自主。要即马囝生少已经是国安危机，0到18岁，逐人逐个月会有5000块来减轻父母经济的负担。也讲到经济，国家会来拼，1000亿的计划协助传统产业来转型。总统直选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这是台湾的底线，也是台湾面对世界最清楚的立场。我日抗就近2周年谈话，总统赖清德重申国家主权立场，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维持现状是国家战略目标。因有机会甲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希望一当传达对台军购一当继续进行的4点心声。最近立法院只敢通过7800亿的军购预算，赖总统讲会用特别条例甲对价预算方式补给你。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郑丽文主席关于国家安全所提出来的2角的说法，并不稳定，更何况郑丽文主席带头阻挡军购，影响到防卫力量，等于自断一只脚。国民党跟中国在进行的基本上是以和平包装统一的推进作为。赖总统批评国民党符合中国，无法度确保国家安全，并且讲9日共识无法度解决两岸问题，台湾人民也无可能接受。因为国家发展方面，赖总统宣布会搁再提出8年1000亿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甲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应用少子化问题，规划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一个人1个月5000，预算规模1年差不多2000亿。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那我们第1篇就是提出家庭支持篇。未来我们这个成长津贴也会有其中一部分设计成儿童未来账户，他18岁的时候就有政府给予的经费，不管让他就学、创业。期待勇敢追求未来，赖总统提出2年的成绩单，自两岸、外交、国防、国教、民生、产业和人民经验。记者综合报道。好，今仔日总统赖清德就近满2冬，也中国这2天又搁伫咧台海来扰乱。咱陆军584旅透早演练讲这个解放军侵入新竹的关键设施，其中是出动地面上强的 M1A2 战车来应应。也这个实际行动来拍破外界对 M1A2 战车的疑虑。3个半暝演练中国军队装入来新竹的关键基础设施，陆军584旅接到指令，动地表上强的 M1A2 战车离开避的所在，参拖是2批飞弹车 CM32、CM33架车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分派架车开路做先锋，先去探听敌情。6台 M1A2 半暝起蹦，拍头前1台大力甲吹落，转我甲射落，土喷起来，水够有力。阻止解放军对海沙堡行入城镇，分派架车带头做先锋，暗护 M1A2 行过重要的道路。这届上有看头的就是 M1A2 驶过大桥，拍破外界烦恼车身伤过重，会驶袂过，展现国军拼死经营的结果。M1A2 车重约63公吨，对于外界质疑台湾桥梁承受力可能不足，M1A2 以实际行动通过白地桥、旧港大桥，验证台湾的桥梁承受力没有问题。如果我一次通过的时候，敌军一定必先摧毁我第1辆目标。
第一辆车辆，那后面我的车辆就会受阻在桥梁上面。我们会先期建立桥楼哨，掩护我们后续的战车足量通过，这是一个避免风险集中的一个概念。M1A2T 红看做是高价值的军品，避免去予解放军一解就拍落地，所以战车咧通过的时阵，就爱甲车身的车距救大，分配快速通过。若部队平常时会透过兵推来规划路线，再个利用实兵演练来验收。若是 M1A2T 即马传出设备无够标准，就军嘛赶紧回应。我们现在目前维持的高战备妥善率是96%以上。那在我们从接装完之后，经过我们的严格的一个训练，那这些装备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损耗，我们会结合我们的美军的一个技术代表以及我们的维保团队，那按照补保的作业程序来完成装备的一个恢复妥善。陆军伫520这天出动 M1A2T 对抗解放军的威胁。解放军伫520进前10到伫台海执行联合战备警巡，看起来就是针对咱台湾。那么一直到20早起6点，国防部侦测到24架次的解放军的军机，也有机中超过中线入去北部、中部、西南，也有东部空袭，总共13架次，结合共南6台，也有公务船3台侵扰台湾。共军基建的威胁、挑衅行动，正是迫害区域和平稳定的唯一因素。国军以维护台海现状为直至。面对解放军对4颗链等包围台湾，国军反制手段真多元，公开真侪张海空监控的相片，包括 F-16B 锁定解放军歼16个机尾，海军的武昌军舰监控解放军的刺洲舰，也有苏州军舰甲金川舰顶条条，无要互解放军轻举妄动。记者综合报道。也拄则讲到囝生少已经是国安危机，中央就来鼓励讲这0到18岁达人，每个月5000块，这个成长津贴，就是希望减轻爸爸妈妈经济负担，希望讲这个生育率会当来变悬。民间团体是提醒中央讲，干那分钱是无法度解决结构性的根本问题。少子化问题严重，已经是国安问题。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搁来提出2道新政策，规划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一个人一个月5000。不过民众认为，安尼救人生的效果有限。少子化，我觉得不是说一个政策多花钱就会解决。听起来好像不足以支撑，就是生小孩这件事情。在野的看法是无同，国民党立委谢良解讲，这项政策方向甲伊长期主张的0到15岁一个月加码5000块成长津贴理念同款，伊肯定。不过，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柯惠如询问，这项政策的钱要对倒来？每个月给予5000块，每年给予6万块，0到18岁的成长津贴。请问这个天文数字的财源从哪里来？也非常谢谢赖总统跟进龙介在台南市提出来的这些政见，大家可以共同来努力。育儿假或者是育婴津贴、育儿津贴，请领的这个月数、请领的日数、请领的方式更弹性、更简化。知影伫进行100最连锁台湾未来考作，由政府伫12岁以下的囡仔考作内面欠5班，过来1年搁再拨1万块入去，到囡仔18岁就当领到33万9。民间团体虽然肯定赖总统提出新的少子化对策，不过这种现金政策无法度改善结构性根本的问题。破除这些结构性的限制，让职场跟育儿家庭的生活是能够相容的。唯有这样子，我们认为才能真的解决台湾低生育率的现象。李定兴也讲，产假加陪产假的改革也会注意性别平等，鼓励男性做伙照顾囡仔，创造有相容性的优先职场，有共同照顾的平等家庭，是一定要有的结构性改革。记者综合报道。南韩三星电子要48000的员工，明仔载开始大罢工，头尾拢总18天。正做全球半导体产业以来，这个规模上介大的停工事件，就是因为讲这个记忆体大趁钱，也隔壁边这 SK 海力士呢，大个员工奖金是会当领代票1500万。不过三星可能干那1/3，工会就要求因公司讲爱半年度盈利的15%落去做奖金，并且爱取消底薪的上限，讲公司趁钱，员工嘛爱分享。不过三星认为讲这个工会也是过度要求，谈判全破局。南韩国务总理金明秀就经过讲，三星只要停1天，就会损失代表210亿。南韩总统李在明就表态讲工会伫咧行动要有底线，和半导体是南韩出口的核心产业。
即马三星员工要罢工，是牵连因国家的经济，甚至恐惊会冲击全球 AI 产业一个供应链。即马法院就裁定讲，工会要罢工会使，不过袂使互关键产线无法度碰。也南韩的星巴克伫咧广州民主化运动纪念日迄天办行销来卖商品，就互批评讲是咧消费历史伤痕，民众转甲星巴克来抵制。集团的会长是出来回释咧，也甲韩国星巴克的执行长是透露。5月18是南韩广州民主化运动46年，就伫咧全国少年民主烈士节天，南韩 Starbucks 推出战车这个活动，甲几套保温杯俗俗啊卖，引起社会批评。因为1980年这天广州事件，独裁者全斗焕派军队甲战车镇压学生甲人民，造成真严重的死伤。毋那安尼，伫咧宣传的文案内底，阁有一句“啪”一声放伫咧桌顶。起用这个讲是咧警惕1987年学运人士朴正德去互刑求往生，警方阁要暗砍事实的时阵讲，敢若是桌啊啪一声，人就死啊。这个行销的活动真明显就是欠缺历史敏感度，互南韩的民众放火投毒，网络足侪人要甲 App 的会员退掉，甚至阁讲要甲寄的钱退掉，等等抵制行为，千外条足受气的老话，咧甲 Starbucks 洗面，连总统李在明嘛发文谴责。南韩 Starbucks 19正式回释咧，承认应用无适当的行为来行销，承诺会培训加强员工的历史意识甲道德标准。母公司新世界集团会长戴永定嘛发表道歉声明，讲规个集团欠缺历史意识，伤害公众、遺族，也閣有受害者。南韓 Starbucks 執行長孫正賢了後，嘛去互開除。Starbucks 全球總部嘛發表聲明回釋咧，而且承諾會展開鐵閘。公司新聞是會長編譯。來講俄羅斯總統普廷訪問中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佇天安門廣場軍禮來歡迎。因兩人是進行各方會，強調講建立多極化國際秩序的重要性。好，進前呢，先是美國總統川普去到中國訪問，即嘛是羅西亞總統普廷。學者就分析講這是中國挑工來安排，目的就是講習近平想要展示中國這個強權的形象。中國發動真濟小學生佇天安門廣場用中文的口號歡迎來訪的羅西亞總統普廷。簡單的儀式結了後，普廷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佇人民大會堂進行大約1點半鐘的高峰會。中方暗中批評美國對委內瑞拉甲伊朗發動攻勢，擾亂全球能源市場，同時強化制裁古巴，加深伊經濟危機。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單邊霸權逆流橫行，但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經濟正挖靠能源出口的羅西亞對着歐美經濟制裁，除了兩大能源集團的執行長隨同訪問北京，普廷也真明白來解釋，希望因和去年簽署備忘錄的西伯利亞力量2號天然氣鋼線計劃，應該趕緊來建設。Даже на фоне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ных внешних факторов наш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хорошую высокую динамику. Локомоти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в сфере энергетики.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The big thing on Putin's agenda will be to push through the pipeline, so to get the Siberian pipeline going. 伫相關元首高峰會以外，中國甲羅西亞兩國部長甲處長也分別進行會談，有計簽署幾10項的合作協定。公視新聞徐嘉玲編譯。美國參議院以50票贊成、47票反對通過戰爭權力決議案，來限制川普對伊朗開戰的權力。所以來會送去到眾議院來審議，不過這要過關是真困難。
美国参议院19推进一项战争权力决议案，要求总统川普若是无得到国会的授权，就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嘛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始空袭的80天以来，共和党内正罕见公开挑战川普的动作。这摆的定数性表决，落尾是50票对47票通过。有些共和党的参议员是加入民主党的阵营支持决议案，另外有3个共和党的议员是无出来投票。 All of the things that you see me fighting for so hard, and it's always tough. You know, we're negotiating with Iran, and then you have the Democrats, I call them the Democrats, putting in a bill that Trump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美国两党是正罕见对川普采取正严格的下党派的制衡行动。不过，伫这进前，川普的共和党伫今年已经7摆伫参议院主动亲像这种决议案来通过。伫众议院嘛以小可差3摆甲战争权力决议案动落来。美国的宪法明定正式宣战权是专属国会。这摆的投票结果对长期捍卫宪法的议员来讲是重大胜利。不过，这只是定数性投票，所落来除了参议院正式表决，搁要伫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过关，而且连两院拢必须摕到超过2/3的多数决，才有法度推翻川普暗算要提出来的好决权。虽然白宫讲即马冲突已经结束啊，但是嘛是持续封锁伊朗伫荷姆兹的海上行动。19，川普搁一摆呛讲要对伊朗来发动军事攻击，而且一切拢准备好啊。不过伫海湾盟友的说服之下，这伫行动进程1点钟决定停止。We're going to end that war very quickly.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re tired of. This should have happened for 47 years. Somebody sh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about it,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fast. 川普伫北京发表演说的时阵讲，伊朗的领导人是恳求达成协议，但是伊警告讲，若是无共识，美国攻击伊朗的时间有可能伫22、23、24，也是后礼拜，而且绝对袂互伊朗去摕到新的核武。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咱台湾的作家杨松祖创作。金陵来翻译的台湾漫游录是夺下国际报曲奖，也这是咱台湾文学史上第一个摕到这项功用。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Chongzi, translated from the Mandarin Chinese by Lin Ping. 对最后6强决选出头天，这是第一个台湾文学的作品得到这个功用。纵观台湾文学史，100年来。我们其实不断的在探问，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国家？时至今日，台湾漫游录也加入了探问这个问题的行列之一。台湾人历经殖民政权，面临侵略的威胁，在力量悬殊的强权面前，文学有力量吗？而我始终相信文学有力量。和国际媒体包围，杨松祖也讲到台湾地缘政治的艰难处境。台湾文学的100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100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成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的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翻译者金陵伫致辞时表示，伫2011年洛西亚入侵乌克兰的时，伊就心肝掠定，决定好未来伊敢若会翻译来自台湾的华文作品。伊毋望甲更较丰富的台湾声音传到全世界，因为台湾毋是一声的合唱团，是亲像所有的民主国家共款，充满自我矛盾，而且吵吵闹闹。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公司国际记者英国伦敦采访报道。第二推出观光行程，坐火车游览酒庄是吸引不少游客去遐体验。有100年历史的老火车，哪走哪淡水雷声，窗仔外看到的是空旷的残垣，甲一站一站的山谷。这个时阵，甲几个好朋友做伙饮酒干杯，真正是人间一大享受。第二国家铁路最近推出坐火车游酒乡的旅游行程，请不少民众来体验。Fue una experiencia súper interesante. Bueno,
por todo, por la experiencia de estar en un tren que tiene fecha de 1920, o sea, igual eso es una experiencia bien significativa. Y en compañía de mis amigas, por supuesto que se hace mucho más entretenido. 沿路有各种的美酒做伴，心情不离样的旅客，规气伫车内唱歌。若是安尼阁无过瘾，翻头的路人阁会当做伙去特定的车厢跳舞开 party。Fue excelente y traje a mis amigos brasileños para conocer un poco de nuestra tierra, lo que es no solamente el vino, lo que es la naturaleza, o sea, ver esta geografía, ver las montañas, el campo, la tierra, y fue maravilloso. 目前结合怀旧火车甲品酒的活动，伫第二正受到国内外游客的欢迎。无形中为铁路交通甲美酒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公司新闻郑慧敏编译。日本北海道的函馆因为囝生少，旧厝是愈来愈济，无人来住。即马都有业者甲旧厝改改咧水人做里舍，互老建筑有新活力。 沿石北路社步往下面行，金邦港口搭配雪景，也有规排红砖仓库，充满异国风情。北海道函馆伫日本所过的港口末期首先开港，像安尼一路豪风伫老西社建筑四季看会到，虽然是人住集的有名观光区，游玩美白过高龄少惊化冲击。 在函馆的西部地区有非常多像这样子结合西洋和日式风格的老旧建筑，但随着人口减少，这里的空屋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有业者开始想办法要解决这个课题。東京のベンチャー企業さんと空き家再生の会社を作ってですね、この旧市街を中心に空き家を収容して。 イノベーションをかけて賃貸住宅として提供していく事業ですとか、あとは国の重要文化財の旧相馬家住宅のリニューアルをして、これをホテルにしていく。超过100年历史的茶座建筑，室内公共区域保留榻榻米风格过去的仓库，是改造做舒适、阁有现代感的房间。窗外就会当看到函馆的海景，另外还有过去卖过咸水的商店。除了外观特别，风水构造更加是一大特点。 壁がですね、漆喰という素材を塗ってます。その下にレンガを挟めて耐火建築物、火に強い建築となっております。明治、大正、昭和9年までのカウントで26回の100件以上焼ける火災を経験しました。その火災すべてにおいてここは一度も焼けたことがございません。 三面宽海的函馆，甲会靠起大风，加上老街区建筑密集，佮欠河川经过，伫几啊摆大规模火灾清除了后，当地开始打造几啊条跨50公尺以上的热风道，做防火伞佮连续下好公家单位等避難場所。 延焼を阻止するのに実際に小さな家でもそこから燃え移らないという事例はあります。今までは地下に埋まってた消火栓、水を吸い上げるのに時間がかかりましたので、地上式消火栓導入しています。 会记哩历史的教训，城市规划一直演进。来到函馆四季行行的，拢会当感受到当地人将这座城市承载记忆化作面对挑战的动力。公司国际记者徐小浩日本北海道报道。感谢收看，咱再会。